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嘅节目。大家有想过冇？你头摆啊，就生活地图会发现讲，你生活地图动到嘅，你讲日常嘅用品吼，除了动实用之外咧，其实其他非常嘅讲，比如讲像盖帽手安嘅东西，系冇所以大家要观察到，你嘅玻璃门，哇，cái玻璃非常嘅讲，咁講呢度掠下掠啲東西，喺做啲做乜嘅用法咧，嘅嘅分享你今日裏邊其實係來自 Hans 小小生活嘅創辦人 John， 歡迎。大家好，我是手手创办人，也是设计师 John。欢迎 John 就是老板啦。对，年轻的老板，後生嘅睇下，聽你咧分享嘅係哪個一屆創辦人呢？佢係馬莎，你係客家嘅將什麼 Lori？ 大家好，我係 Lori， 今日東風起來兩片，祝大家身體平安。耶！所以你是第一次聽他講客家話嗎？真的第一次。那你剛感覺怎麼樣？感覺很浪漫。因為你們工作這麼久，你第一次聽。對，我真的第一次聽。我跟你講 ，Lori，你接下來要常常跟他說。會不會是他聽不懂？沒有，你跟他說什麼吃飯啊、續盤啊，對不對？然後很基本的，很基本。水貓，哎，睡覺水貓咯。對，你就會覺得哇，好像活在一個，搞不好就像西班牙語系的這種世界裡面。有。對，剛那瞬間有感受到。剛那瞬間有，對。我們的 Lori 是湖口客家人，父母有給他干音。對，你不知道吧？你看我們湖口客家人多優秀。真的很優秀。誰會暗講？這有聽過嗎？誰會暗講？哦，第一次聽。那你知道他意思嗎？女生很漂亮啊！你真的不知道，你就真的對不起我們的羅時豐大牛哥了。他那首歌就是這樣啊。所以你看，你今天來這邊多棒，很棒，非常棒。我們要言歸正傳。咁大家都非常成講，哇！嗱，兩屆後生嘅呢，其實非常嘅後生個，佢都建立到一家嘅哇建店，然後佢都有嘅品牌，然後現場就你看到非常多嘅東西，比如講，哇，很多哎，哇，面紙盒。或者是像是置物盒 ，OK， 兩片又走在表插到浪打蓋茶盤，哇，有燈，對不對？還有一個好特別，看起來很像跟雞毛有關的東西。有沒有看到被起到講？還好吧，這個我們小時候就看過啊，對不對？雞毛毯子很了不起嗎？哎，它就是很了不起，都了不起，因為我們經過重新的詮釋，它會有不一樣的功能。趕快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們是年輕人。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跟創立的這個靈感？對啊，因為其實自己本身是做設計的背景，對。那我們在設計的過程當中，其實一直很注重的就是如何在國際上有辨識度。OK。對，希望能夠像日本一樣，就是一看到這是日本的設計，這是法國的設計。那所以我一直努力，就是希望這個東西推上國際，大家就知道說這是台灣的設計。是。所以回過頭來去找尋，如果能夠有台灣的這種風格意象的話，其實就是跟工藝很有關係。因為工藝它蘊含的不是只有功能，它還有文化的底蘊在。對，所以我們就透過設計回過頭來跟這些工藝師合作，但是也在過程裡面發現，就是這些傳統的工藝也面臨到消失的問題，因為它慢慢的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被大家所使用。那因為是沒有轉化的關係，所以我們就找到了這些工藝師，然後跟他們合作，然後做一些跟生活有關係，但是又可以把文化帶進生活的生活用品這樣。是，所以這個 Lori 也很認同這個創立的這個概念，然後你也很喜歡。我也很喜歡。就是其實主要我覺得像客家人的從小思維就是被教要做牛做馬，勤儉持家，尤其是女生。真的。所以其實當初我也是因為收到這個手手這個禮物之後，我就才去了解說，哦，原來這個東西它可以再度的利用。那就是很讓人有一種原來再度利用這勤儉持家的感覺，它不會被浪費，因為以前就被教一粒米都不能被浪費，所以雞毛、鵝毛它都有保暖功能，它被做成了衣服，它可以被賣了很高的價位。可是像雞毛這個東西，其實我們過年都一定會吃雞肉嘛，但是那個雞毛就是被當成垃圾。那它既然可以被當成現在在因為一些巧思，然後設計意念，把它變成一個真的是實用的東西，然後又可以是一個擺飾品，就是雙重使用。我覺得這非常棒。恭喜財妹！說實話，我真的沒有想到，比如說我們會有鵝絨衣、羽毛，就是羽毛衣，對不對？然後羊毛衣什麼，我從來沒有想過雞毛這件事情。可是雞毛不保暖，所以對我沒有想過這件事。要不是你剛剛說，想對哈，我們怎麼沒有穿雞毛衣？真的 OK，所以
你刚刚的分享就比较像是，其实鸡毛有更多其他超出你想象的利用。对，其实也是师傅讲的。就是那位老师傅讲的，他的爸爸看到了这个鸡毛没有被利用，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些这样子的创新。懂。不过，你跳白走神鹰的世界对鸡毛毯子是很有印象的，因为它会拿来当工具打人，对不对？对。然后，那为什么这个来？我们问一下 John 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是这2样东西？至少我们填充款头也都是这2样，对不对？鸡毛毯子或者是像窗花，玻璃，对。因为一开始在创立品牌的时候，我觉得能见度跟辨识度一定要有。对。那因为在台湾工艺发展的过程当中，陶瓷、竹编、藤编已经很成熟了。那如果我还去做这些东西，其实我能够被记得的机会很少。那作为设计师，其实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会去用一双人家去发现人家看不到的价值，然后去放大它，变成优点。所以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在彰化也生活了3年，对，因为我在彰化念研究所，对，那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在彰化的乡镇里面就常有这些工艺，是，对，然后也在上网搜寻之后发现，鸡毛毯子没有人做转换，窗花没有人做转换，对，我就抓到这个机会，然后就决定跟这些师傅合作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想得很远，因为他想的是独一无二或是国际化。其实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台湾的原创。我们现在很注重原创这件事情嘛。那什么是原创？因为你在国外你不会看到这样的玻璃，对不对？你看他们的教堂这么漂亮，他们有他们的特色。可是转头一推翻什么？那我们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而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地方是，你以前小的时候，如果家里有，或是爸爸妈妈也不觉得它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因为它就是家里的窗户，对，但是你现在回来就发现，哇，这个玻璃那个时候真的是踏踏实实的好材料，对不对？然后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原来可以这样，那外国人看也很吸睛，对不对？所以哇，讲得很棒。那 Lori 跟你是好朋友，但是你后来是怎么会延揽他加入，然后成为你在行销上面的好伙伴，对吧？是真的就是收到了这个旺旺的这一根旺旺棒。旺旺凤梨，没错，而且我记得我很清，我记得我收到的是白色的然后白色的就是很漂亮，非常的漂亮，整个都是白色的。它是装饰品。其实当初是因为在一些场合认识 Lori，然后知道他也是做行销的，然后我们彼此认识之后，他就是我为了让他加深对我的印象，所以我就送了白色的金毛毯。是对你还是对你的产品？对产品，对产品，因为就是我觉得 Lori 她对于行销这一块有她的专业，然后我刚好也需要，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靠金毛毯子收买她。好聪明哦，真的好聪明。对，那我那时候送她白色的金毛毯子，其实也告诉她一个故事，说白色的羽毛在中部其实是有象征意涵的，在当时它其实是法器，庙宇用来驱邪避凶的法器。对，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呢，因为是陈忠禄师傅告诉我的，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浪漫，很迷人。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能够把它缩小变成生活的器物，然后也把这个故事带到城市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把这个东西送给 Lori。所以你就决定要好好来行销。对，我就是一个天马行空人。我觉得它既然是一个法器的话，那其实经过我们的一些想法，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对它的看法也不一样。那很多人就可以拿来说啊，现在很多趋吉避凶、避小人呐，或什么的，其实在办公室它就会是一个商品，热卖的商品了。对啊，因为我就说你可以避小人哦，那工作会事事顺心哦。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用讲的，它就更有意义。我分享一个，就是在台南，你去吃是像是那些乖乖还是那一类的东西，它上面会印成郑成功，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会写一定成功。对，就是那个东西，你到台北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乖乖，它没有就五香乖乖，其实某马改某可容。成功一斗推那时候，你就我去过台南的时候，你知道我回来整个都整袋乖乖，然后上面还就是你打开就说送你，因为觉得吃了就会成功，一定成功。没错，我觉得刚刚那概念我听了有迷人，因为你如果跟我拿一个白色的盖墨手，你说10要不要买，我就觉得还好。你刚说我跟你讲这是法器，你刚说的那些功能，我会想买。避你隔壁的小人，买了多少钱？我们当初就在展览上的时候贩售嘛，然后就有一个小姐跟她的朋友来，然后听完之后，她就说我要2只，然后
包给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打开一支，然后对他朋友说：“我觉得你最近很衰。”他是这样子扫一扫。2024的我也一定要有一支，我非常需要。对，不过刚刚说白色的毛。它还有跟鸡的品种有关是吗？啊，是。对，白色的毛就是一般的鸡，因为我们白色的毛其实是乌骨鸡吗？还是乌骨鸡？乌骨鸡不就是应该黑色的毛？再问厨师。对，就是很有趣，所以你反而还会对鸡毛的颜色有研究，对不对？对。应该说它的这些鸡毛啊，在师傅的眼里，它其实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形态，所以它在鸡的脖子、鸡的背啊、鸡的脚，公鸡、母鸡比较特别，是像一般大家都觉得母鸡才有价值，因为母鸡会生蛋。对。然后公鸡就是凶性比较爱打架，可是对师傅来说，公鸡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因为意义比较大，因为公鸡它的清洁力比较强。可是像母鸡，它做出来的鸡毛掸子，它可以去扫精品的爱马仕的包包啊，那种比较怕刮坏的。母鸡是不是？对，是母鸡的，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公鸡、母鸡的毛价值都不一样。那公鸡就是可以扫家里的什么橱柜跟桌子，是不是？对，它的质地也比较稍微硬一些。我比较适合公鸡，我比较想要拿母鸡的。懂。先有这只再买包。对，很大的，这你看这个真的是行销策略，很大的驱动力耶。没错。你先拥有了一只可以清高级包包的这个盖墨手，你就会想说应该要买个包来清洁一下。没错。哇，你看我们很难想象它的功能真的是这么实用，对不对？哈，其实大家也大家看到诶，其实伊还有动到嘅故事，比如我跟容易让老师傅咧叫痛，那老师傅咧叫痛，也是老师傅有很容易咧答应，伊群后上瘾讲用盖墨手来走了掉东西啊，现在还有看到，我可能讲能改东西，比如讲。这个是旺旺系列的盖墨手，非常嘅神奇，所以请你嘅乡亲朋友先聊下，啲马叉，你等下就好好咧问记到，还有嘛嘅精彩嘅故事，就你来分享。东方鱼绕墙头，龙改后上音的修胜法 Hams， 就是你们有很多新的这些作品，或是有趣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有实体店铺，对不对？哈，不过你上台节目有讲到，记得讲哇，盖墨手然后讲，你都有大家昨天看得到从玻璃用来东西。我们在这边讲的话，其实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看起来很吸睛的凤梨系列？给我们有我们的行销，可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最畅销的这个旺旺凤梨。那其实它当然上面它就是一只鸡毛掸子，那它下面这是树脂做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也可以客制化。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今天是公司行号，他们想要定自己，因为公司都有自己的颜色嘛，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送礼或是赠品什么的，就都很适合定像这样子的产品，因为它实用。等一下，那如果说像有时候我们会送花给公司，其实也可以送这个，对不对？对，因为花会凋谢，然后这个送这个，然后客制化的意思是说它还可以更大或更小吗？它可以客制颜色对，跟毛色。哇哦！对，然后甚至我们在木头的这个地方都可以雷雕，就是雕它的名字、公司 logo 什么的，客制化。哇，那收到这礼物我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要清扫，我没有要清洁功能，我至少觉得它就是一个装饰品。没错。然后它好像又一盆花，然后华人又很喜欢旺。对，然后呢？没错。然后你打开之后，上面又有自己的名字。对。因为凤梨它本身就是你如果送人家凤梨，你要吃也不是，你最后丢掉也不是，感觉不吉祥。对。可是这个东西就非常棒，像我就是一直都摆在家里电视柜旁边。我正要讲这个，我要讲过年的时候，是不是电视旁边会摆2个凤梨，然后有那种红色跟金色的塑胶的那种蝴蝶结，你知道哪种也该种，就是你知道凤梨，然后在市场上把一个蝴蝶结摆在旁边，有贴纸贴上去。对，或是那种经济的贴纸，其实摆这个就可以啦。没错，而且真的它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扫电视荧幕，你可以去清洁电视的荧幕，然后你的茶几什么的，真的是可以使用的。我们认真讲一下好不好？我们刚刚都没有认真，我们讲一下这个鸡毛真的可以清洁，仅是走的，是走的。它有什么？老板要不要好好说一下为什么它可以？因为羽毛它本身的纤维，它是你这样子来回的话，它会带静电，就会把灰尘先暂时吸附在上面。OK。对，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不耐水差的，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做清洁。对。
然后吸附在上面。舍得，因为它其实像我是白色的啊，对，我在清洁上其实怎么去把它做清洁，像子把它抖一抖，在垃圾桶里面抖一抖。那其实基本上你不要碰到水，不会沾黏的话，其实灰尘用抖的就抖掉了。不要整只做清洗，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它是木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福气便利店是不是要如何清洁？就是这样子。对，它其实就是用抖就好。那如果说鸡毛上面真的有点脏的话，你就用那个湿纸巾把它擦一擦，擦拭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让它阴干。其实只是水碰到这个，怕会。我要举手发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你们一定不知道。那如果真正的一只鸡，公鸡或母鸡，它走在路上的话，先不要管它躺在地上沾泥巴，所以它其实身体算干净的，因为它只要拍一拍，它身体其实非常干净，非常干净。所以公鸡跟母鸡走在路上是很干净的身体，可以抓。对，对，他们是非常干净，因为他们会自己洗澡。对，虽然说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师傅都会重新再清洗过，是，对，所以他才会为了干净，对，所以他其实是有还是有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因为不怕毒又盖冒手啊，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哇，放在那边那个整只鸡毛毯都是灰尘，我会有这个感觉，会觉得它反而更脏。其实不会，你只要甩一甩就可以了。没错。好哟，哇，很棒哎。那我们还有一个好可爱，那个是逗猫棒。对，逗猫棒。对，逗猫棒。这个蛮有趣的是，一开始在卖这个鸡毛毯子的时候呢，还没有逗猫棒，是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呢，有10个人买，然后有4个人在打包的时候呢，就不易脱口而出说我要回去跟我家的猫玩，然后我就想说，我刚才讲那么多是清洁用的，你怎么会拿回去跟猫咪玩？我就非常的好奇，我就说他没有在认真听你讲，他讲完之后就说哦好，谢谢，哇，真的很棒，然后抖一抖就好，好，我懂了，好，回去我要再跟猫玩。真的，他在买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发亮了，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你要回去给猫玩？他说你不知道，因为逗猫棒上面就是毛啊，你这个毛又这么多，一定很耐玩，所以他就回去给猫玩。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就觉得哇，那看来是一个市场哦，所以我就回去也搜寻了一下，果然真的是逗猫棒上面这一部分就是羽毛。那我可以问一下吗？你发展出了家产品狗 Health，你的客人仅是让你卖的人多不多？多不多？就是买逗猫棒的人多不多？非常多。你刚是不是想讲客家话？他刚才有点像开始想懂哈嘛，就突然觉得很棒啊！你要从今天开始学客语，努力学客语。对，算蛮多。动豆。对，我们基本上最高纪录就是一天可以销150只。太夸张了！对，怎么这么多？猫的市场很大，宠物市场。对，我们知道这几年整个台湾的变化，就是宠物这件事情对台家乐公非常的宠扰，因为它变成朋友了，就是我们说猫奴也好，就它其实变家人，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哎。是啊。OK。对，因为就是很多猫咪的人都会最担心的是，哇，你这个东西耐不耐玩啊？我们家猫很暴力，但事实上是因为师傅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它很耐玩。好，我们有碰过有客人在市集上面突然出现，然后拿着我们的产品说，你们家东西很好用我用了3年，毛还健在。对，很感人呢。你这个东西价格应该不菲，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耐用，要不然你就要做那种很不耐用，半年就坏掉，然后就一直坏。不行，我们要有良心，我们是有良心的商人。开玩笑的啦，对。那聊一聊，因为你刚刚说跟师傅。请师傅特别做的牢固嘛，所以你们其实这些东西，我相信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听从马又以青楼师傅，也是不可能是你自己做，一定老师傅的手艺的传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个善的循环。是，因为你看，慢慢台嘎莫容安个东西，他们的手艺也会不见，会没有人传承，会凋零。然后现在你等于是把这个循环给做起来。对。一步一步来，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循环会更丰富，这样。所以你怎么样找到老师傅？你如何跟他沟通？他有信任，你跑去找一个老师傅说：“我要做这个。”他怎么会相信你？是不是，黑妹？对。那时候当初其实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也对鸡毛毯子很陌生。那你要跟他合作，一定要去了解他。所以那时候我就带着一个观光客的心态。对我觉得我如果一开始进去，然后就跟他谈生意，其实是也很贸然的。对，在很多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所以我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观光客，然后去到那边，然后就发现哇，他有好多的羽毛，然后就用观光客的心态跟
老师傅聊天，我说啊，师傅这是什么毛？这是什么毛？先等一下，所以他的店是很多鸡毛毯子，是不是？对，而且它是户外就插满了鸡毛毯子，好有趣。工作室就露天，对，露天的。OK， 对，因为它做完要让它干，所以它就会插在这个固定的架子上面，让它干，所以就是它整个的庭院都是鸡毛毯子。对，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跟我讲，这是公鸡的毛，母鸡的毛，这是放养鸡的毛，这是饲养鸡的毛。对，哇哦。然后再来就是呢，就是我就进一步了解它的制作，然后我自己也去体验、去学，我发现真的太困难了。对，我做了就是半个小时才一小撮，然后师傅已经做完了，对，速度非常快，所以。整个都了解完之后呢，我才进一步提说我是在台北的一个年轻人，那我希望能够跟师傅合作，能够做我一个设定的尺寸。是。那因为在前面我其实跟他聊很多，我也买很多，就是策略。对，交朋友的策略。对，就把我觉得好看的东西，哇，这个毛很漂亮，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再提出说我想跟他合作的这个想法，他就欣然答应了这样子。对。听说是不是答应之后，什么后来才接到电话啊？对，是不是有这个一个小故事？对，因为那时候为了赶展览，想要把这个概念赶快推出来，我自己就也准备好了这个里面要制作的棍子，对。然后因为传统都是用藤，但是藤就不精致，我们就自己裁切好棍子，然后带过去，然后让师傅做。然后师傅说这个那我下礼拜1寄给你。然后我们就谈好了之后呢，我要回去，然后骑车半个小时，快要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就接到他的电话。你心里想说完蛋了？对，我想他后悔了，不好做，是不是？可能要拒绝我了。有备而来，棍子都准备好了，这个年轻人紧心又猛踢。我想说，我钱都给他了，他是不是要拒绝我了？对，我超级忐忑。结果他就说：“你到哪里了？”我说师傅，我快要到了。他说。那你要不要回来拿？我说回来拿什么？拿钱？不是。那时候我给他做30只，是对，所以他半个小时就把30只做好了。走好累。对，不敢相信，不敢相信，真的。所以你一走他就开始，对，他就开始摸汗，然后就走好累。对，然后我去拿货的时候，他还就不应该离开，就在旁边等就好。就等一下，什么？真的，因为我进去的时候，他那个阿北就是一副就是。这其实没什么啦，这样子，来货给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太厉害了。所以你就真的 KO 吧，就回去拿了。对，我就回去拿，就不用等到什么礼拜1这样子。对。所以你们沟通起来有任何的问题吗？代沟的问题或什么？那时候其实我最大的代沟就是因为台语它有彰化腔。所以你都给代沟是语言感问题哦。我那时候最好讲闽南语，对，闽南语。我会讲，但是不是很轮转。OK。然后那时候为了让师傅拉近关系，我就用我的台语的台北腔的台语，毕生的词句跟他讲。然后大概讲2分钟，然后那个师傅就说：“你讲国语我听得懂。”对，他支持我讲台语。江先生，你讲国语就好了，超级好笑。但是呢，就是跟陈师傅的那个太太阿嬷就要完全全台语，因为陈师傅的阿嬷对阿婆她就是她听不懂国文、中文，对，因为他终其一生就是在彰化陪着师傅做鸡毛毯子，哇，很感人，对，做了一家子。对，我就说师傅，你怎么跟就是阿婆认识？他说本来家里生意越做越好嘛，然后从隔壁，然后就请来打工做得不错，变正职又变得不错，做得不错，变老婆。等一下，很可爱的一家故事。你看，有时候去拜访耆老或是这些老师傅，我会在他们生命当中得到一个我们在当代听起来很浪漫的故事。其实很难想象，不可能发生在现代生活中的事。对，结果都是发生了，他一做就走了一生音哈。哇，还有嘛改圣奇改故事，请大家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常常来谈故事哦。
绕墙头两改和上音呢，记得有几个改品牌手手生活，对不对？好，我们的公狗改世界啊，就在打嘴鼓，广告说在聊天，说你们东西很贵，好坏哦，你看还没有动白。然后那个 Lori 就说，其实他。是每一个都是来自于手的温度，对不对？没错没错。你看还有设计师的思维，是不是脑子是很贵的？他最常被问到啊，就是哇，这个东西怎么那么贵？那怎么办？怎么会？提高按规用改善？就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以想法无价，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没有尊重专业这个部分，其实是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专业，像不管是医生、律师这些，然后设计师，他们都是经过非常长时间在花头脑，这个是无价，也没办法去衡量它的价值。就譬如说，你买了100只的鸡毛毯子，以前古时候的那种大只的，你不会使用它，它摆在那边，就算是1000块，它最后过了3年5年，它就是不到100块的价值。可是如果你买它一只1000多块的，你可以摆10年、20年，它还是在用又不坏，那它就是还是保持这个价值。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很习惯用钱来衡量，这是难免的，因为现在物价真的越来越高。可是，在大家在想它的价值为什么会定这个价值的同时，一定也要想到它背后是花了多少创新的思想去定这个价钱，一定有它的原因。对，或者是像刚John 说的，就是像是阿公或阿婆，那是他们真的是一手一手把它做下来的。对，我觉得这也是常常有时候在福气来了这个节目到台高的副英雄，就像大家会要买票看戏，就你看我们会习惯就是票看戏就是免费50千，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要练习花钱进剧场这件事情，其实是强弱该概念啦。所以上期东西贵没贵都记得该下给，贵都记得该投入。有时候一个设计也不是突然1天就出来的，对不对？它其实也发疗动都该吸给嘛，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比较贵，但是实溶动重要，耐溶就耐用实用，做那溶动球也是很重要。你上段节目讲到是盖帽手，不过你亚团节目咧讲到就是这个。这聊到洞系洞皮苗，就聊下孔会富裕松改讲，而且它的整个质地非常的好。特别你谁，尤其是农业社会，因为你带到哈嘎中 ，Lori 挺草地，带到哈嘎中也是聊到出门，就家里的玻璃啊，有什么了不起？平胸石，对，平胸石闷死用啊，可是现在都好珍贵，而且变得好贵。这也是你当时觉得这是所谓的台湾文创独一无二的一个部分，所以你现场才有这么多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台湾其实在早期大概3年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爱台湾的潮流，就是只要跟台湾的老物有关系，对，我们年轻人就很喜欢，很复古，很复古，超爱，对，超级爱。对，那刚好它的海棠花玻璃呢，它的价值是在于说，它现在已经停产了，就是破一片就少一片。对，好好拿，千万不要破。对，就是小时候的国小的教室都是这种玻璃，对，超级多，还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对，就到现在长大发现，哇，它没有生产了，它变得好珍贵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在决定做这个海棠花玻璃的时候，也去搜寻到了厂商，所以那时候就找到了明顺玻璃。那在了解之下才知道说，其实它的玻璃蛮特别的，它有分2种，一种就是客人的，一种是玻璃原片，也就是他把那个年代收集的日治时期的这个生产的玻璃，就是躺在仓库没有被使用在建材上面的。哇，对，算是最后一批的感觉。对，好像用完就没嘞。对，所以你们就用那个，听说是不是你们就是他是愿意给你们使用，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也觉得跟老板的这个互动跟理念是一致，就是他继续躺着也很可惜，不如让他能够延续到我们的日常活化。对，所以就跟他自己本身也有他的这些花样，然后我也就是跟他合作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这样子。哇，好棒哦！而且所以是不是你们这样工作了这么多年，豆年狗呢，是不是有蛮多人会私讯给你们说，我这里也有这样？会，我们就是也会遇到客人，就是我们老家有这样子的玻璃，然后因为他看到我们转换的很有趣，所以他说希望我们可以把他的玻璃也转换在我们的商品上面，让他拆迁，把这些东西再搬回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有一种怀旧感。对。怀旧感真的，因为其实它被活化重新使用，不然放在那边。你看像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模组也是，我不知道它是2面。对，后来挑干龙来狗就说其实这2个其实算是
一个，对，就是2面就是窗花，那你可以装茶啊，或者是茶食，可是你点心讲一边狗类直接去写给它玻璃，所以玻璃这还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不对？对，哇，它就真的很棒哎。好，这个就是，还有这个是蛮特色的灯啊，就是我们算是可以是说在木头窗花里面首创，就是把玻璃跟木头结合的立灯。对，那我们就是一次拥有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木窗的特色跟海棠花玻璃的一个结合，这样子。而且现在这样的一个窗花也比较在庙宇才比较看得到，好看得到哈。对，我们台湾早期的铁窗花其实是透过木窗花延伸。对，因为我们铁窗花我们在台湾也是很红的。对，在早期其实没有设计师的年代，是我们希望能够铁花是有一些装饰。那工匠他为了要符合客户的要求，他们就回溯去找木窗的特色，做成铁花这样子。可是你仔细想想，秀秀看，以前的人真的在居住的宽景地图很有美感哎。是。对啊，为什么你有发现吗？对，特别改楼窝，反而窗户真的都是，或者是整个设计，像以前还会有天井，对不对？然后他们很注重那个采光，是。然后我觉得很奇妙，夯有动的时候还有水池，对，你知道那个很多那种楼窝大稻埕的老房子会是这样，对，然后你就觉得天井，然后窗花，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在那个年代，你会觉得你对于那时候生活的想象相对会比较辛苦的时候，可是他们在居住上面其实没有比我们现在不讲究。对，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最棒的地方是它提升生活之外，让物件本身还赋予含义，有吉祥啊、招财啊、健康啊。对，因为现代的设计其实都去掉了这些，只讲功能、极简，但是对于文化的深度就比较没有去谈到。我觉得功能到极简还勉强可以接受，最怕是丑。对不起，就是又很有功能，很极简，可是就是很怕它为了功能，可是牺牲掉很多美感。我觉得是这样。那以前是可能很有功能性，然后它又很有富有意涵，我可以理解。走到家里的客厅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个柱子，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柱子其实是吉祥平安，比 Peter Tobey 因为安永英，你就被地高哇很有感觉，对不对？甚至方位什么的，那就是一个比较平安的感觉。好，这个是灯的部分，这个是扩香是吗？对，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蛮重视香味的，希望回家能够有这个味道，能够刺激自己幸福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扩香，因为它是樱花纹，所以我们有搭配樱花味道的这个扩香，喷在上面，去散发出幸福的香味。哇，好棒哦！特别适合冬天，有没有？因为冬天会有樱花的那种感觉，哇，其实真的是蛮多。然后像这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很实用的，像是垫子、锅垫，然后这个是面纸盒，对不对？你把它盖起来，然后里面走的，哎呦。哇，有可以吸，它可以快速定位这样子。真的，刚刚我有惊喜的感觉。对，然后那个更特别，那个是钥匙圈。对，这是钥匙圈。对，这个特色来自于它最厉害的是在这个弯折的地方。它其实不是用热的方式去弯木头，它是透过切出一道一道沟去折弯成这个形状。对，它是去折的，去折的。OK， 所以它可能要先让它有点软化，或是怎么样，再去折到这个形状，是吗？它是先切一个很细小的沟槽，然后去折，所以它只有薄薄的木皮连接在外层，然后去弯出。那你的钥匙挂在哪？就是挂在这个洞上。对，它贴在墙壁上面，然后钥匙就挂在这边，回家就这样收着。对，那你不用的时候，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壁上的摆饰，这样子。布置物。那如果我有很多把，对，那你就可以买很多个，多买几个，怎么可以这样？对 ，OK， 所以懂了。这个设计就是它六角形在阵列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看的图案。太棒了哈！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去哪里买到你们的东西。对，我们可以在这个远气购物中心对的4楼，我们有本店。对，然后在南港的瓶盖中心也有本店。寿苗走得卖吗？上网走得，对，上网可以买，上网可以买，只要打关键字都搜寻到。OK， 好啦，现在节目剩下最后的1分钟，只有1分钟哦。有没有要来特别讲一下客人给你们很感心的回馈？
感性的回馈，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客家人嘛，所以我就觉得看到这些东西再被活化，我就觉得很感动。那也不知道你过了多久，你的小朋友之后会不会懂这些东西？可是至少你自己心里是有感触。对啊，就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专业，就是大家的设计都是无价的，用这样子去看任何东西就会很漂亮。就是我们也遇过蛮多客人，就是看到这些都是一种回忆跟回想，对。但是他如何让这些东西传承给他的小孩子，他就是一代传一代，让他知道说我们的过往的生活都有这种特色的生活物件，它其实是一个算是精神上的传承。懂。所以妈妈会讲，哎，你有看到连吗？这个阿婆那个年代的时候用的东西，对，所以妈妈在买的时候都会说，我要回去打你屁股。哦，好幽默，很可爱。对，太棒了！今日非常感謝兩位都來片到大家的分享，拭目大家下次有新嘅发现或是新的作品再来跟我们分享。安妮，谢谢。好哦，然後邀請你所有嘅鄉親們共下對做認同了。校群復熱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